你敢买？有题无？来，搁一百。来，小明你后边当的。对对，今天下雨。回头刚还有吗？谁啊？皮蛋还有吗？有，剩下这些我看够不够？就剩这些。OK， 等一下，怎么样？要留是不是？留100。我跟你讲，这些可能算80就好，你讲几价？剩一点点，我帮你留。没关系啦，往下留啊。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帮你先留那边是我问一个问题，要着我跟你讲，我这台我那送你哦。OK， 好。这个我的算好朋友，会使讲咱是个感情好，跟咱小妹妹换妹妹赶快的，今天来跟他斗3工。有人知道吗？他本来今天要在哪边？没有。有一个话 K 哦，来，小姐送你来。伊现在会伫 K 哦，你敢知影？小辣椒哦，搁送一盖，可能你内行的尔。送了无要紧来，这好食，来紧来，我甲你。